咱真正快叹气体顶，所以那么大沙沙道，沙度沙度沙度，有波伊有波色。你看我他妈隆中参比界甲五界人念乱安尼字安尼大声，五界你看安尼少。所以今日我看真正侪人受这八关斋，今日是最后这个真正会买了，所以过了后，咱要看经了。今日是最后未到咱看经，了过了真正捌了才开经。特别咱。想看咱来受戒真正久了，咱应该咱就要过想看，我一年一年有进步无？若是讲无进步啊，是啥做生意啊？狗食狗开，狗食狗开，卖春卖虾米？假如若是啥讲无淡薄好的功德，要安怎去天顶？所以，咱上帝好啊，希望一年一年直直进步，一年一年咱的身体直直改，一年一年咱啊进步讲啊，佛的家是安怎，咱做会安怎样？然，假如若是讲进步了，你看你的人无像，你无渐渐一日到暗，这个爱。这啲受戒日，咱大渐渐顾虾米啊？顾讲咱的心口也行动，乖渐渐。once 你这个三项掂了啊，马路咱你贪清净，你贪清净了的时啊，这个功德啦，互你起天顶。若是讲你渐渐大伫这边。无进步，渐渐参对这咱的这家庭的事、外面的事，甲一个拢总来伫这边的讲经，来这边名也讲伫受戒，特别讲咱伫对的无对正实，未晓讲啊，会晓放，会晓斗骹手人，了这个就是讲咱较。习惯了，所以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直直去要直直深，直直去要直直深。真正侪人啊，你看伊若是受戒，我唔会讲安迪你受咗久了，38年了咯，38年了，你有看有进步无？你人有变无？有较好无？会晓看破无？身体有无？是讲 still 无差不多像啦，这帮我孙渐渐做乱，我本钱要有足啦。但面都无虾米掉落了，let go 放甲可以清清。and then 来这边睇下，会使讲啊，同边咱啊 BBA 啊，这个受戒佬甲这个安尼啊，真正进步真正济。特别我爱路人啊，第一好。可较像讲啊，骨力做可以较重要。因为假使咱阿咪做，像大啲这边啲受戒点声，唔通讲正讲是我这个我搭过大是这个所在，了我个要原在这所在，等我接饭的点声，我无讲庄严，坐落去。讲来讲去，咱这个个了就是讲啊，心口又无虾米清净，所以这个我听就是讲淡薄互人听。今日我要讲的经是安怎要训练挂死咱的这个身体，因为我看真正侪拢总这个身体害死人，家庭乱跌到落。本是身体的事，
社会乱本是大陆性地事，食头路有时头家加这个鼓励，大陆本是性地事。And then 你看，这咱们巴达本讲是性地特别拖咱去的苦的所在。And 这条经我本是要讲的，就是讲啊，不达这家。但係我讀這個巴黎嘅經給人聽，阿哥之芒，阿瓦di芒，阿吉尼芒，阿哈西梅，也當upana'i hanti，為讓地上那samati，這裡是一條詩，他電話就聽。第二條是阿哥之芒，阿瓦di芒，阿吉尼芒，阿哈西梅，也當那upana'i hanti，為讓地上那samati，這裡兩條詩。這個兩條詩是咱們把到第三個第四，我要寫出來。頭一條詩是講啊，這個人若是個心漸漸跳起來想，伊罵我，伊拍我，伊哭到我，伊看衰我。這個人若是漸漸安尼想，伊一世人是歹性地人。艱苦的人，去大陸真正未講趁跳出苦海的人。第二條詩，若upana'i hanti，伊若是無安尼想，到伊若是無安尼想，伊就是自卑的人。人做伊蝦米，伊笑笑。人罵蝦米伊笑笑，人拍蝦米伊笑笑，伊知，伊毋是笑講伊戇呆的笑，伊是知講啊，你拍我，你罵我，你講我無愛體在，我無愛受氣。這個就是講啊，伊這個人就是真正自卑的人。到伊若是真正自卑的人，伊個人要跳出苦海的人，真正快樂。這條經不但講起來，頭一條詩是對住大陸，大啲這台灣啊暗嘅點聲，咧安那搭邊啲家起好咧勁暗，起好咧暗了嘅時啊，有一個叫做伊個歌嘅後生，伊個歌後生本做回想，特別這個做回想嘅時啊，伊老了，真正老了，把你再摕來做回想。伊個名是 Reverend Isa， 伊真正肥，伊肥了後啊，伊達過啊，因為伊個咱的釋迦牟尼佛啊是啥歌聲了呢？所以伊達過佛去到路一對條條，佛大啲日到晚暗，伊大啲日到晚暗，伊關係愛大啲咧大殿。坐啲當午嘅位，你在伊坐啲當午嘅位啊，伊望到老人咧，望到再來做回想，少年嘅回想來做較久過伊，特別嘅回聲較緊，看到這個人坐到啲大殿嘅位啊，想講伊是老回想。這有個在外面的會笑，就看到伊來講啊，班弟，這裡伊人未使叫伊班弟，因為蝦米說，伊是馬路在做會笑無照顧呢，班弟，我行你個路，人古早人是蝦米㗎？那是這個會笑，那是到路來，伊看到這個老會笑，伊個禮貌就是蝦米啊？這少年會笑應該。看了老會想像個是一個阿爸呢，故意禮貌甲伊脫一卡，但伊骨做啥物，教伊真樣好。
咱这少年回乡，佢在做回乡真正久了，伊在看着这个老回乡肥肥呢，了伊讲反对，了伊本等讲哈，in other words， 伊是上个无怕插，咱讲我订骨好咯，我摕这个油推落你骹下面好无？伊大点，你要推你推啦。了，达人看伊真正有，伊直推互伊做互伊，然伊渐渐大只大件，达咧回乡看伊是一个大回乡。咱来一个回乡，不是差不多老了，特别伊是死了，较关顶的回乡了。咱伊本看哦，这个肥的回乡呢，无定就是较大过伊，伊本用。油推个骹做互伊，咱伫做伊个时，伊问讲啊，反正你做回乡偌久了，咱这个第三就讲啊，其实我把你家做回乡，咱这个回乡就假死哦，就讲假死哦，你把你家做回乡，了你看那抓只大电，佮坐只大位。了我人就推互你出来骹推，干慢你给我吞这个骹互我推，那就慢，就慢了。这个第三呢，伊是老人在做回乡了，伊就看，伊人讲我，伊人嫌我，伊人骂我，你是几句？你今日来就要来看几句？我人来看虎嘞，不是来看我咩？哦，伊讲你是安尼样的人啊，你顶我越少，你看你真大粒啊，所以讲伊。然你知这个老和尚第三人讲，你知我是几句来无？你斗个38，你来讲嘅话，我拍一句互你教。和尚问啊，你讲是是望你真来做和尚，伊都唔知你所安怎样。安怎你讲啊？讲嘅话，我去斗，安怎做？起考，了去斗哦，佢只。伊去嘅时啊，规个面个了目睭个了。and then 这个和尚，较老和尚，我讲叫伊来去见佛坛去乱讲话，我本要来对去看，and 伊本对去看。对去看了，这不到看着这第三来，第三，他们手里规个面目油个了啊，他们手里提口啊。你讲，伊人看衰我，伊人骂我，伊人讲臭我，伊人看我真正无，人。这个这老和尚才讲，伊伸个骹互我人推这边，推这个骹互我吞这边。伊唔知讲伊是新的和尚，我人和尚是安尼咋？后头我老了啊，我来拄着个一个少年和尚，但伊做和尚真啊久，我就跪伊。但伊这个无，伊做啥大粒安尼啊？所以不知才讲第三。伊人入来的点声，你知伊人入来无？我知。到你若是知伊人入来的时，你斗抓伊人的物件无？我无。这个你无抓咧物件，是你唔对。了到底你话咩啊？找所在互伊人大无？我无。这个本是你的工课。and then 你无想讲啊，伊人抓这个把这下面你会讲斗跳去斗咧无？斗抓斗做伊所在无？我无。then 不大才讲第三，这个唔是别人唔对，是你唔对，你是世人，你就要接受这个老和尚。and then 啊讲啊，狗若是安尼，你就会唔对。你若是安尼渐安尼样，是你唔对，了佛教人叫这个第三讲，你看咩会唔对？你是世，
ลูกพูดเองไกชุนเลยขาหอหลังแต่กูเขาลูกตาลูกจะเลยเหล่าหลังแต่กูเขาจะเช่าแรงแกเบนไซได้เกี่ยวอีคุยเกี่ยวอีหมายเดี๋ยวเต้าหูกองก็หมายอันนั้นหูจะกองดีซาโบขวัญลูกเบกาสีหลังอันลูกมันสิท่านาเนี่ยลูกกูสีเป็นสิอันนั้นเบกาสีหลังอันนั้นจะ回想จะกองบันเตรู้ต่อลองกองเขาว่าจ้าอีท่านาว่าหลังใจจริงยังไงเกี่ยวอีคุยเกี่ยวอีไม่คุยเกี่ยวก็ท่านานี้อีลูกก็กองอีกูสีอันนั้นไงรู้ต่อลองกองเขาว่าจ้าอีอันจอยอย่างอันนั้นบุตรจะกองกูสีเป็นสิอีสิอันนั้นอย่างอันคุณจะกองที่เจ้า告诉就是讲有一时这个地上一时出世做一个叫做圣人的修行的人，อันนี้ที่修行的人伊搞到一个所在，搞到咧所在伊每人讲我人出家人暗暝跪这所在要去到落大，อันนั้น人家讲你去伫这个做庄的人。样做怎样？有一件像一个厝囝，啲烧可以抓，了只水淡塞落去，了好你水大。所以讲，这个我人来自人出家人爱大呢，你去找你厝囝啲做怎的人，伊会好你大一个所在。因为因着做厝内点声是真正寒，所以这个回想命对我啦。这台湾啦就去找咧回，找这个做庄的人，咱做庄的人讲好啦，你要大，你会使大，规间的这个，好你去大。而且台湾啦去大，特别咱的菩萨大伫印度大山，而伊不落来，因为这个高山的点声，伊人落来北港要来找这盐加这虾米，然伊不来。找这个厝囝，这个咪做庄的人，讲你所在好人大无？按这个人讲你我的厝我是好过一个圣人你若是去问伊看，伊讲那你会使大就大。所以这个咱的菩萨有条是名那拉达，所以这那拉达就去找这个在我啦听讲我听讲一间厝囝是几买路大。会使卖我龙邦会使卖，而且对我啦讲你无险会使大，所以老人就大伫这个厝囝，大这厝囝了，你知啦，拿拉达咱的菩萨，伊就看暗暝了，你知这个厝死角角，内面火把你提出来，了内面较有热淡薄，了咱的菩萨伊入去较内面，因为虾米说伊来较慢，头前的人是住伫这个山坑，住伫这个门的所在。安尼看这暗了伊观看，对我啦安怎困？伊头壳伫倒落，伊骹伫倒落，然伊确定伊困，伊家己去困，困了半暝要起来小便的点声。伊知讲伊头壳大伫倒落倒手边，伊骹大伫正手边，安尼伊行伫骹，特别毋拄咧我啦调题讲我要换所在，所以这个骹的所在伊系做头壳系做骹，咱拿拉到暗暝要行过去打着伊头毛，打着头毛呢伊让伊命。你打着我头毛，伊人这心就高伊人的头毛，你人捌看一弯高呢。就是人讲你是啥红光呢？你去打着伊头毛，伊真正会做伊命。伊讲你安怎样？你是毋是讲正圣人，所以伊唔命。讲你打着我头毛，了这咱菩萨讲，我无调治，我知讲你头壳大大路。了骹大大路，我行伫你骹，但是我唔知行伫你骹，我睇哪看你头壳点变，了该讲会唔着，了伊好像个牛安尼，这个地话啦是好像个牛，所以是使讲几粒啥人讲叫人硬顶，
所以要等小便了后，伊入来，就入来伊个看好好，看好好看咩？看伊瘫咗困，咱呢个看想伊安尼困，确定嘅时啊，半暝过一道，咱嘅这菩萨要出来帮助，又过去打着伊阿毛棍，and then 啊，佢就会점声只地话啦。就去升地，这内是升人的，特别这里地话那是黑嘅歹升地。and then 人就讲啊，就打到一毛棍啊，伊勒一命，然伊就抓。有个人咱呢那歹升地啊，有当时啊，囝甲阿妈牙路不好啊，有当时讲家乡勒命的地咯，所以这里内升人勒命。and 这地话啦，就系讲啊，天嘅咁嘅日头嘅安尼光，后过这个光啊，成讲马在起嘅时啊，你头壳逼咗切地。咱嘅菩萨讲，你唔通骂，就咪讲，这个是算做累了，你唔通骂，我无掉地嘅。所以究竟啊，咱嘅菩萨喺。被甲无路，伊常勒常命，后则勒命了啊！地话啦只观看，伊才讲啊，好啦，若是有影讲我唔对呢，我接受啦。特别我若是对啊，我真知讲，我知讲你是安尼困，看嘴唔对，所以老人你勒我勒路。特别真耐嘅地话啦，甲只那拉达较悬，咱嘅菩萨较悬，所以未来只那拉达想看，马在天光就头壳会闭咗切地，and then 你观看，哦，好似靠成呢话咩话嘅，and then 一掉地要吹树，一掉地要好啊打掉啲头壳，一弯来个弯去，一掉地做嘅。and 你到底做嘅了啊？这个马仔那是天光，这地话啦头壳被逼咗切地。然这个拿拉到就在惨，那是天光呢，一头壳被逼咗切地。伊用嘅心脏力讲，马仔只头未使出，有影马仔天光未出。到未出无日无来咗就，你看天顶甲我关无日无咧，特别你无看到这个日头出来。and then 到甲我天光真正久了，达人家咯，安怎今日规日无虾米 ？and then 你看达你去吹昂 ，and 再去吹昂嘅点声，达人去讲啊，昂嘅昂。唔知虾米事啊！今日日无出咗只and then 这昂就观看，啲大路话唔对，嗰扎人啊，若是唔对，伊人查考看，伊人做唔对。但你照讲啊，我啲做昂啊，我无乱做，咁我无乱做，安怎今日日无出？所以人观看，and then 昂讲啊，无定到有一个大路圣人啲牙路。你啲做，你啲激我啲激咯，and then 人哋查到尾来人再讲，有影真耐嘅啲牙咯，这里是地话啦啲牙咯呢，地话啦咁讲啊，那是日头出你头壳闭，你唔使讲依家嘅头壳要闭，and then 即那拉达就掉地，唔係何日头出 ，because 你出落去啊，有啲人死一埋。所以按照做啊，了昂来查看了，再问一个咧拿拉达，咱嘅菩萨，是按照日头卖出，咱只拿拉达就讲，伊勒我，了未来我无咯，我就归勒伊度对，特别我勒伊度对啊，我做好日头卖出，所以伊头壳未闭。了昂讲按照做啊，卖可以头壳闭，卖可以死啊，伊讲伊就来回唔掉。咱昂叫伊回唔到，伊卖就是卖，就摊安尼啦。忽虾米，伊个少人忽叫讲都回唔到，伊就卖，卖了你看，伊讲真正爱，摊那你看真是本安尼爱，
那往这一回唔就一卖就是卖。特别因为北京的人爱日头出呢，将将掠伊来跪来磕头来叫伊回唔着，按只叫伊回唔着的时啊，伊可以跪，了伊嘴无讲，特别昂就要讲这个伊回唔着，安尼咱的那拉达就讲因为伊本身真正爱。你将拖伊来 ，still 咧头壳过会闭 ，unless 你拖伊去啲讲嘅位，系一粒蛋哪粒头毛啊，系啲头壳。and then 日头若是出嘅时，一个蛋哪粒闭咗彻地，所以人安尼做啊，就做了系头壳蛋哪粒。但那了，他们那姑娘啊，拿来到烧嘢，想讲嘢神通，就烧嘅神通呢，日头出，噗，这个头毛出地。所以讲话，这个故事本因生命本一安尼有，一本安尼爱。所以讲起来就是讲啊，这个人渐渐想讲，伊看水话，伊看明话，伊讲臭话，安尼款嘅人啊。圣地自己家母，伊真正爱阿莫王 ，very stubborn。嗰一个人教人时，安尼 stubborn 人就是讲啊，伊个人和这个恶嘅物件协调未进步。这条是对头条诗在讲，第二条诗你听好啊，第二条诗啊，国之梦啊，我的梦啊，今年梦啊，哈西咩？夜当那有本来汉地，伊讲一个人若是无摕来想，安尼款的物件，人讲臭伊一大点，人骂伊一大点，人安怎讲伊一大点，伊一点的性地本无。结尾是虾米啊？一个人伊是自卑，到伊若是自卑落去了，伊会歹性地完全会无。这个就是咱们讲啊，这第二条诗就是讲啊，虾米是安怎样咧拍倒咧性地？这个咧拍倒的性地就是头一项，你就要知讲啊。一个人若是有自卑啊，伊个心爱人好，伊无想甲家己好。所以人若是有影爱自卑，对类家庭的人，对类囝儿，你就要自卑甲伊。到你自卑了后了，你的心未几粒直直收起，渐渐搞念，伊看衰我，伊骂我，伊讲臭我。唔通渐渐安尼想，咱爱人好，咱对这个自私甲这个人，直直无甲未来你会无落去。咱你知我这个啊，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甲性地若是有，伊甲乱做，伊乱做啥物啊？伊所讲的话是毒的话。无好的话，我的物件伊敢杀生，伊敢提死，伊问人学禽兽，这个甲了是对伊的性地真正起真正悬。照佛讲啊，你看世界啊，第一关的价值是虾米物件？第一关是正。叫做patience 就是等人叫啥？等人话讲虾米 patience 忍耐耐心啦，会使讲耐心嘅，忍耐啦，忍足吞忍啦，会无？忍足吞忍啦，一个人啊，第一关嘅这个心啊，就是忍足吞忍忍耐，你讲忍耐。这里啊，同世界最好的药是虾米物件？
像一个棒，一个锅又锅挖了，真正久，真正冷，真正啥讲，就话讲凉凉。虾米物件是你摊着立团，假如摊着立团啊，你一点可分无了。And then 对这道路，假如那是有影有一个轮来啊，还是人讲啊，饮足吞轮。你看这个八项你会放，虾米是八项？有时你谈，有时你了，你心平平。有当时人骂你，有当时人学落你，你心平平。有当时你真正苦，有当时你真正欢喜，你心爱平平。而有当时你名字的大红。有当时你名字的黑暗，这个本是你心平平。In other words， 你若是谈的时，你唔通天天；你谈的时，你唔通大笑；了的时，你唔通天天口口。人学路你唔通大笑，人骂你唔通讲起哄。你若激心，你再讲激心，唔通去。修的你心，你真快乐哦！你唔通跳上个盲机安尼，你再讲这个是快乐的，快乐的这个叫做讲 feeling 来，and then 你名字的红，还是你名字的黑暗，你心想。and then 讲起人不到我讲，讲起人那是讲啊，你那是起哄个我，你骂我。你的会多甲我若是要大点点，你的起哄我大点点，你想看，你起哄我大点点，我赢你10项，所以你就是起来想你会知啊，一般时你会知讲啊，到这个10项啊，我若是无胜地，你有胜地，我会晓吞论，我会晓去善你，我自卑，连你大起胜地。这10项我赢了，咱来想头一项啊咪？头一项那是讲，你的起升地，你望看你咩 ？1 minute 140 times 140道，top。你望我咩？72道1 minute， more or less 一半。and 这个是啥物啊？这个上个你的一个人少年家。伊换一顶摩托车，伊要对过一顶摩托车，伊会用脚打咧油，打甲了，佫无够，伊个垃圾佫要打较深，伊会上骨本日落去了，打咧油。咱这个就是讲啊，要 destroy yourself， 这头一项，你人是本对咩？第二项啊，假如若是伫起升地，你看你。卡手准，你话只，但讲因为不干念的心里就帮你来做来 line。第二项，你看我话 very nice， 苏瓦诺水。第三项你知无？你未食，你未困，你未食头一项，你确定半你未食，确定我食饭点上我食毛饭。第4项，规暝你未困，咱你算1 2 3 up to 20， 我教给人破了。第5项，你规暝未困，我讲 hangover， 规身疼个了，你规身躯坎坷，我你好困，我马上困起来，尿起来。真正爽快。第6项，你无困，你暗沉，三分无看你命，水无开，四季聚上个无水，过命。了我呢，困起来我大地长的房，好姑娘，我见你心里痒，爽无？一个高沉，我一个大命。
第二，你去倒路啊，老好来，老好来。拢种人行路，你某行路，你囝行路，逐人行路，你去到 office， 逐人讲，你冒死了嘛？你念。我去到倒路 ，Hello， 苏安诺 ，Hello， 安怎是？第八项，有机会做生意，你看无，而你黑暗。You have no clear sightedness， 未看未着。特别一个人啊，一困觉日欢喜快乐，伊一下就看到，这个是好的物件，这个我应该做占卜，不然无好的物件我买占卜。So business opportunity， and we in the 黑暗，伊想啊一个魂伊压在天顶，你看无做者。第九项。马地了的点声，你看好兄弟，念落往牛头尾面的前尾、顶尾，甲了隆中来，所以你看好掉点声来听开路了。但我若是要离开世间，你看红光新明来，这两项人是甲看到了一个，逐人定都爱看红光新明啊。第九项，第10项。Once you 落了失败 ，other comers， 故事你做嘅无点啥通识，伊讲趁下机会来识，做一下步起来，所以你带着世间几百万年掉伫险边，所以你掉伫险边啊，大日人拄枪拍，然后你来对来看，你来去出事。落地嘅，大日路好，若久路好，2米连你路好，咱一般时路拍笑人啦，路偷车人，路骂人，路抬死人，咱路一般时摕雷互你骂，阿妈喂，我看你一帮较瘦啦，那我有你6000块，你看你要食啥物饱，还是要去倒路佚佗？嗰一点是好的物件，所以一个人的失败伫天，伫大伫世间。教咧点声，这个好物件扶起来，一探出事做人。特别你来想看，大啲世间2米连年，大日点好，这下来做人，你晓得点咩？未点，按照未点，阿莫话讲 ，tendency has been developed， 关事心有了，伊当作特别好。所以你看一个鬼若是家老4点钟以后伫天光。喂，有人讲扣爆你自己咁扣，我生意好，你扣个衰，阿爸本命，阿妈本命，大人命，所以这了就倒落来，对内心淡淡的笑就无影无只。所以你来想话，今日你若是讲起生地啊，你元朝人真正输家。按照你暑假，我讲了啥？头一项啊，先是你攀升地啊。如果我是你元朝人，我真正暑假咩？可以无水，去到你人是安尼。你看一个查某安怎水分好啊？伊妆啦、胭脂啦、rouge 啦、目白啦、balm 啦，真正水啦。特别你人甲伊起生地，了你也行互伊看，你有水甲无水，你看就好。甲了水拢总是咧，拢总是真实是无实在物件。你人甲伊起生地了，你也行互伊看，有水无？无水了。所以头一项啊，你元朝人讲，可以逐人看伊无水。第二项讲，去倒落互伊请。可以考，所以你看，若是讲我元朝甲你，我爱你考啥物啊？互你无通食，互你无通穿，互你无通食，互你做啥物生意，互你失败，互你啥物？这个是元朝人，元朝甲元朝这就是安尼。第三项，你去倒落，互你啊，若是你白叫开书。咱也输，哇！熟了，我出解输都要输，你看。第4项啊咩啊 ？Let him not be wealthy，伊做生意啊，大好赚。
你听大好谈你无爽，听讲伊要变革，有影老热，就是要变革嘛，啊！所以你看无啊，这个就是讲，可以快快变革。第二个行，伊名声去读红啊，名声是红啊，可以失败，可以失败。有影就讲啊，哦，他那伊落寞了，讲话无正对了，人看伊袂起了，人都袂起，巴丹，哦。第九行，可以唔通有朋友，所以你看有个人啊，那是假路点声，你家嘅玩笑人好，伊说言路，你家伊上好，伊讲啊，你们无好嘅人，伊无好，你去参加，你们无好，然后伊爱达人唔爱参加你，所以唔系你讲有朋友姐姐。咱第七行讲，因系死了。可以去落地獄，可以落地獄，這個是玩笑人嘅路。特別若是今日你係想看，若是講一個人，若是有當時人漸講臭路、罵路，無咧，了人種講臭路了，你要想看。一般時你要叫你身體掂未掂，特別你摕別行來想。那是人漸講臭路罵路，你是講啊，好本人罵，好本人講臭，你係真正安尼家摕巴肚下巴肚，哦，你真正夠講經，你一個講經算情人來聽，但係我巴肚直大，你無怕水咩？你要做阿爸，你不要鬥看某啊，所以這個你看，好本人罵。俺個這順帶你都再無安怎樣，但啲人出來，伊入去，有人講安怎亂咧，換只來，我人就聽見啦。咁你看這查某講，你話咩事？你就要問我啊，我來這邊做啥物？你唔通插我事啦。特別你就講你唔通插我事，人可較來咯。安怎一個人我來叫講，安怎你點來報時來，暗暝來，是啥物事？等你老個差不多5個月了，你人問我點我來正做啥物？我講你聽啊，我困喺一個我他媽不帶房間啊！哈，你困喺我他媽不帶房間啊？是，人家你看無不知本人講，這裡伊到底去，要到底邊啊？伊去啲白日暗，伊去大。人家你看，大日一做了安怎做？到幾日啊？伊人抬一個查某死，嗰個人請伊，嗰個人抬一個查某死，抬這查某死啦，下啲做這等下我暗暝狗啊下落去，這下落去了啊，再去報告和昂聽，昂順帶你無啲啊！人也親像嗰了吹無啊，連王公人都吹啦，你人做嘅人就在人就啲做事了，下啲大路，咁無就故講，我看到咯，到底這咁樣阿未搞啊喂，這個都是想咩講？這個查某啊，特咩困啲響邊啊，看下都是這出發數了啊，看下人做一事，你想話特人講好好聽。人好講啊，人講啊，這物件唔使驚，過了一禮拜一個事會明白。所以你係話，佛本人命，有當時啊，若是你人未曉想到佛，你想到天公不人命。所以你若是安尼想啊，你聖地會請，按照天公人命，我講你聽，一落雨。嗰啲未生水嘅人講，天公啊，你漸落雨，我生水本受未起啊，我無曉要食啥物，救命！插粿條人本命，天公啊，你漸落雨，無幫人食我粿條，我本身本未受未起，安怎做？天公講，係心啊，有影人 stop 嘅人啊！stop 咧咧真做嘅啊，在蝦米啊？天公啊，你漸無落雨，我物件打我無曉要食蝦米，啊是救命！所以 next time 有時人罵你啊，真好句話你講，不人罵，
天讲我人命，做完了就住人命咯，唔要紧啦。人哋配話咯，咪切切咯，唔要緊啦，切切佢啦。and then 我嚟看，跟住我嚟想看，那是一個人一直去聖地，一聖地啲去都看佢面啲紅，and then 後尾說啊，一先入了一個三毒貪錢痴。會記我逐個講，即個貪錢痴，咱個人叫做三毒。到即個三毒，若是浮起來，無出事做人了。若是即要對開嘅點聲啦，一個思想浮起來。and then 咱若是聖地漸漸有嘅人啊，即個是觀世心愛浮起來。and 這觀世心是啥物？聖地愛去，這聖地愛去了啊，伊會曉得伊做啥物惡嘅物件。到伊來做啥物惡嘅物件，即個三毒日做人無了，做人工無了，做啥物啊？伊個無做職業，因會出事。上帝好是做惡鬼，然後個惡毒個害死人，伊係落地獄。所以教nous來看，若是即個人伊精神甲咱啊，咱會大點點，咱贏伊啥物啊？伊害死家己，你若是罵路，如果罵伊，即個人講是應該，伊罵我就都罵伊啦。特別你罵我罵路，即個是叫做平常人 ，ordinary people。特別佛教路唔通做 ordinary people， 做 Superman。Superman 怎麼樣？你罵我笑，你罵我無起行，我債，我穩。想阿媽那是罵你，你罵你看，阿媽哎，阿媽你真正水啊！特別你去聖地時，你面無水個了。你若是敢講安尼，我想你罵，水唔敢拍咯。特別 still 你若是靠較邊，我講你聽，阿媽哎，先拍嗰本嚟錯，今日我錯了，我甲你討原諒我，後悔我唔敢做這個物件，好無？你講好無？我想隨隨嚟罵講，阿女我驚，今日伊無，你看我講我未講安尼。伊個 still 講安尼話，這個話就是啥物啊？你像一個少年家，貪心咧嘛，請講聖地是惡嘅物件，到這聖地是惡嘅物件，你要綁這個聖地。Not only 你無聖地，你可能馬上隨 drop down 這個聖地，人把日要跳出這個苦海真係緊。所以我想看，今日一個人若是去聖地，伊所做嘅物件是惡嘅物件。到了一個人去聖地了，佢要請你就無，伊是惡嘅物件。到伊惡嘅物件，伊要去到咯，伊要去考嘅所在。到伊若要去考嘅所在，應該無路要個伊去聖地，路本要去聖地。In other words，路要對伊，伊要行地嘅。你本這大啲後尾啲行地嘅，阮要對伊就伊行一步，你行一步，伊行一步，你行一步，人要落地嘅。所以這個布達講啊 ，you are following step by step。若是講你去聖地，所以你看這幾項啊，你人就要慢慢過。特別一個人一節賢，睇下我講啊無節賢。一個人節賢咧，到個一個坎站啊，伊看到是一個。精神甲物質 ，mind and matter，and then 有當時搞個這個真啊清淨了嘅時啊，思想會浮起來，and 這個思想，it happen 真啊濟人濟善了在，搞個這個看到叫做名色，伊漸漸愛關，這個人我無事甲伊，是對到咯我無事甲伊。佛教嘅點聲，伊名色，
甲贪了我的名声，两人冲突，伊去圣地，咱我本有去圣地，按圣地甲圣地合拍落去，毒，你出毒我出毒，所以这个伊知，贪了你前时，伊若是去了伊圣地，伊无圣地了，伊无圣地，贪了我搁要来认伊，即搭落我认伊。因为伊显示有贪无贪，有圣地无圣地，有功相无功相。因为我贪哪啲相，我有圣地无圣地，我有贪无贪，我有功相无功相。因为你看到，这个甲了是 conflict 冲突，所以若是人无冲突，伊无贪，伊无怨，伊无无气。所以这个你要知，这个了拢总是维巴沙那人一坐禅，伊会看到这个物件。若是叫你圣地个未落，如果会使讲啊，这个人在这世间啊，真实是讲啊，萨贝萨达伽玛萨嘎伽玛达耶达伽玛尤尼伽玛曼杜伽玛巴蒂萨拉那，这条不达讲的经，达人。个人的人有了一个因果，而且因果对地大路对心靠意，上古所做，嘴所讲，心所想，这个叫做 triple action， 这个三个 action 做起啊，是正是咱的因果来，因为你的因果，你所这个三，这叫做 triple action， 这三个行动。你若是做落去，有贪，有圣地，有功效，你失败。而你失败伊得咯，第一个禽兽无鬼，妖精妖怪。今日你会看出是天顶对治得咯，佢要对佢嘅点相，无贪，无圣地，无功效。then 你 guarantee 去天顶。because 伊哋要对佢嘅点声，一个思想主动浮起来，假如渐渐有去圣地嘅人，这个圣地未感谢，我人巴黎话讲安努西亚观世心，按虾米点声噗一浮起来，互你看，到一只浮起来，互你看，你嘅思想是罗垃圾，到罗垃圾，你要失败了。到那是无罗无垃圾，你自卑，你结善，你笑你爸母，你笑这出家人，再讲伊渐渐教你直接爱你好，爱你好，爱你好，这个教了你看着明明，然后你静，你笑 ，and then 你再做人的责任， and 你结善心，你看伊。安尼你看伊虾米啊？伊真正好诶人，应该我就告伊。啊，这个改了拢总是有贪无贪，有圣地无圣地，有功效无，这个就是要带你去好诶所在。所以这个啊，不大讲，萨贝萨达伽玛萨嘎，伽玛萨嘎面，因果正是你砸去，你无砸半行去，世间诶累，绝济累改了，无一行你摕对。伊阮无囝，阮都无摕对。到了一个人刚要死的时讲啊，宝诶，我要去了，你对我来啊，白白来啊。无半人讲，无半人讲，好啦，我对你去啦。所以这个不但讲头一项，这个就是讲啊，大人个人的因果正是会解会。And then in your deeds。你所做的物件，搞了对你去trả来一个行，所以你来出事，你有你圣地真正像个鬼啊呢，然后细细下乱出来，你trả来了，就是讲安怎你安那派圣地，你故事本trả来，你trả来了会点声？你看，有妹妹呢，几粒唔对呢？你看为囡仔。那是你故事抛骨灵，
来讲啊，半暝1点一起来，等于为囡仔那是好着啊，嘣嘣嘣嘣，一卡对咧楼顶房，咚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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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马要跑过来就是讲错错，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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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啦，特别为囡仔真正搞，都听着你讲但叮叮叮叮，嘿嘿嘿嘿嘿嘿嘿，一听开了，一知。So these things kalau tendency kalau 炸来一位一位。So there's having this as your parents， 特人带你去出世，是最带你去出世，唔是天公带你出世，因果带你出世。你会晓行孝爸母，你会晓尊敬这个先生的家咯，你会晓过。要做好，唔爱做恶。and then 你爱去天顶，还是做人，还是好命人，拢总是对地这边而已。and 伊带你去，正正一生你出来，阿妈是照不到呢。你看这个这个人，故事攀升地，咱你叫伊爸，你叫。惊喂惊，就拢烧掉啊！咱你看就做，真正一人面那是啲无用的，所以啊，直接咁教我一人死气啊，也衰啊 ，stupid mother， 咱你就领落去。这个是就这样，你因果，你带落去，叫你的阿爸阿妈无国爱，要你出世国爱，就是这两只第三行伊在讲啊。Having this as your parents， 伊是你阿爸是你阿妈，你因果是要出世国爱，你就要国爱，因为在投资，个都个不要紧个投资落去啊，后佢出世你把嘢你笑就哈哈哈哈哈！这咁样是最做咯，唔是你爸，你看你妈咪毛碎碎出世乱咗你把嘅。为人中国咯，他们说啊，英国出来搞个半天也变什么事就业了，你再了这里呀，你别出，哎，掉掉小股，咱出来了，好了喂，惊中国咯，你看，这个了是大个啊 ，Who is the cause？ 英国 is the cause？ 你买头壳就一样，就你中国咯，这里 grip 来。So that 做起来就是讲 ，These are your parents。你看我明星，查甫真正handsome，查甫真正水，就是会惊啊啦，食饭无水个安尼，都唔是你说噶。特别你看有个人发嘛，我知故事一个啊，阿爸阿妈两人家菜。人家都头骨菜，把自己的一生也加落去啊，all those 真正水。The best part of the mother, the best part of the father， 两人合落去 ，the best part of the two 真正水。咁啊，因果 is your parent， 阿爸阿妈都无水，出世来听安尼很少。第四项 ，this as your kin 亲情。因果是你亲情来，如那是大龙伊这亲情讲哦，这一大龙路都对。如那是做无样无食，因果加死路，如个人阿只一加路。第五项 ，These are your refuge， 伊是要救青，真正这人故事做唔到，就会救路，因果会救路。到这边为止，咱来回想啊，一当面呀的人好多，suka kita hontunya tayo, idang menya tinang hutu, suka kita hontunya tayo. Idang meya tinang hutu, sukita hontunya tayo, itawag ta samh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